一場風雪，一個男人，一條冇得退嘅路。80萬禁軍教頭林沖，武藝超群，本應係朝廷最信任嘅人，但係高俅父子容佢唔落，設計陷害，將佢發配滄州，頸上套枷，尊嚴盡失。到咗草料場，佢以為只要捱過去，就仲有條命。呢一刻係靜嘅，但係靜得令人不安。大雪封路，草料場起火，佢唯有走入山神廟暫避風雪。廟門外，佢聽見仇人講出滅口嘅計劃。呢一刻，佢知道忍已經冇用。風雪封咗路，但係逼出咗個梁山好漢。豹子頭林沖由今晚開始。